啊！代表藍莓社嘅係隊長高個人。而家係舉行緊標槍決賽。藍莓青年奮勇向前，有我行先冇你行前。藍莓青年奮勇向前，有我行先冇你行前。100公尺短跑，最後召集。而家仲係藍莓社領前緊嘅，林志晶加油啊！冇再失敗啊！On your mark， set。藍莓社已經贏到離岸微辣，包尾嘅依然係紅棉社。我哋又做咗皇帝太監，點解啊？大勢已去。藍莓威，紅棉冇得威，紅棉認低威。持杆跳對高個人嚟講，真係話都冇咁易啦。我要抗議啊！我明明跳過咗㗎，冇理由㗎，真係跳過咗㗎。我睇。哇！林晶晶跳過咗啊！喂，紅棉社大佬好得分數啊！而家睇下跳遠項目又點啦？係。半米都冇喎。決賽，波個人喺呢方面一向都好識色嘅，睇佢今次可以拋幾多10米啦！得1米喎，打破最得紀錄。冇理由嘅，冇理由嘅，冇可能㗎！而家藍莓社只係領前少少，最後一項4人接力賽，睇紅棉社可唔可以後來居上。不過高矮太懸殊，機會都好微啦噃。On your mark， set。睇嚟大局已定啦。你幫我手法後邊咧。藍莓社隊先交棒嘅。咦？佢揸住咩啊？汽水樽？熱狗？咦？
咦？